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太福音第16章，有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人来试探耶稣，要求伊互因看对天来的新日。耶稣应讲：黄昏的时，恁讲明仔载会好天，因为天色红；早起时恁讲今仔日有风雨，因为天色暗搁红。恁都看袂出天的景象，哪看袂出这个时代的兆头？超奸淫的世代要求新约，约拿的新约以外，袂阁有新约互这世代的人。讲了耶稣就离开因去别位。门徒到湖的迄边看，才知因袂记得带饼。耶稣甲因讲：着注意，着提防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教。因互相议论讲：是因为咱无带饼是无？耶稣知影就讲：小信的人，恁是安怎伫议论无带饼的代志？恁减还袂明白，减袂记得我用5个饼互5000人食，食剩的恁有捡几篮？恁减袂记得我用7个饼互4000人食，食剩的恁有捡几篮？是安怎恁无明白？我甲恁讲的，毋是关系饼的代志，着提防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教。这时门徒才明白，耶稣毋是讲着提防饼的教，是着提防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教士。耶稣来到凯撒利亚腓立比境内的时，问伊的门徒讲：人讲人子是甚物人？因应讲：有人讲是施洗者约翰，有人讲是以利亚，嘛有人讲是耶利米，也是先知中的一位。耶稣问因讲：恁讲我是甚物人？西门彼得因讲：你是基督，永活上帝的囝。耶稣因伊讲：西门巴约纳，你真有福气，因为甲你教示的毋是人，是我的天父。我搁甲你讲，你是彼得，是石盘，我要伫这个石盘顶起造我的教会。阴府死亡的关系，都袂赢过伊。我要将天顶的锁匙互你，你伫地上禁止的，伫天顶嘛会禁止；你伫地上稳准的，伫天顶嘛会稳准。后来，伊命令门徒毋通甲人讲伊是基督。迄时，耶稣开始对伊的门徒表示，伊一定着去耶路撒冷。对长老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受真侪苦难，搁互人害死。第3日，上帝会互伊搁活。彼得就求耶稣去边仔，甲伊责备讲：主啊，绝对毋通，你袂用得有即款代志。耶稣活转身对彼得讲：撒旦，闪开！你得甲我颠骹绊手，你想的毋是上帝的事，是人的事。后来，耶稣对伊的门徒讲：要缀我的人，着完全否定家己，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。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为着我的缘故，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会得到性命。人若得到全世界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，有甚物利益？人会当用甚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？人子得要伫伊下
会荣耀中，甲伊的天使来临。迄时，伊会照逐个人的行为，甲因报赏，也是刑罚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遮的人，有诶还袂死以前，会看见人子做王来临。